대다 정은 출제가他这个把这蒙古中呢，他出去噻，他搞不出来这种。所以呢，遇到这些状况的话，那修持佛法呢是相当困难的。所以中世结果结巴呀，相当相当的人他这样的是，但那第一年把刚就去了，没那个让都给做，不要的是，哎呀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所修持的佛法。在修持佛法的时候遇到恶缘的话，所以呢想办法对这个事情不让它成为一个对佛法修行佛法的障碍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该怎么去做比较好呢？等于就是我们这个恶缘转化成以菩提道这个方面呢，第一个呢是由意乐而转变，那另外一个呢是由加行而在转变。好，再来是由意乐转变的当中又分为两个，第一个呢是一个用行动来做转变，好，用行转变以及以见转变的。好，再来是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以行转变，以行为来做转变的是什么呢？就上书会供里面所讲的一样，情气充满诸恶果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在什么样的会供里面的词句呢？就如同讲的情气充满诸恶果，非爱众苦降如雨。当观此尽恶业果，恶缘转道愿加持。这个词句听得懂意思吗？这个意思，他打过的好，第一个里面差的不比哪是？那句的那句的这个有旁。好，第一个情气充满诸恶果，什么意思？当然多了。情气气指的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这个？气指的什么意思呢？气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气是什么？气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气是所有的一切想法。器皿。是不是装东西叫做气？哎呀，装东西。具是啥的？情是什么意思？一般是情是什么？一般情指的什么意思？情对电影有感觉。感觉。好。情绪。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的想法。这个句是情是句是哪路路呀？是吧？啊，就是哪路路呀？东，那看出来，你觉得那个吧？那气的话，气，就是外面的东西叫做气嘛，对不对？器皿。气，你哪路看到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
有情。那个钱没有啊，钱哪里？对了，钱了，拿了具的。基本上，里面气里面所装的东西叫做情，但是这个藏文这个有点合不起来了。钱是拿了的，啊，而且里面的那个叫做情，吃了的那是，外面那个叫做气，那具是的，叫做藏文的是一个这样气情啊，我们中文是情气嘛，情一样。藏文的事情是。亲戚人的，这个的亲戚人，拿了的了就，他背下来今天的那个的，今天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是意思什么呢？是整个宇宙这个气之间的。你那个神经看个剧。所以呢，在气世间的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叫做情。众生人心都，但没事。他那个往下边引他，那句他们是里边这个抗什么？抗我钱。好，气情充满着诸恶果。那句看看里边这个抗什么看的？如果说气跟情全都充满着恶果的话，那会有什么样呢？那会怎样？气跟情全都充满着恶果的话，那会变得怎样？浑浊，这是他懂那么多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只剩下痛苦了。接着面对对面，那个真正的我等那就看个别对面的这个钱呢，把的对面把的里边这个扛呢，面对别的呢，真的对面的差不旁边那养出来。好。那养。非爱众苦降如雨。好，如果说这个再降下了众多的苦的雨的话，你就刚刚面对面这个扛的话，里边的这个扛的呢，面对面对面的差不保守呢，把局长把那样。情跟气充满着恶果，但已经降下了不想要的苦的雨的话，这是举例子啊。情跟气充满着恶果，虽降下了不想要众多的苦难的雨的话，但是呢，那这些通通要怎么去观想呢？这样的情况下，一直把它看待成非常不欢喜，也就是说一直没法忍受，光是这样做的话是有用吗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如何去做思维呢？所以呢，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些的一切都是自己恶业所造成的果。所以呢，同时思维所有的恶业所造的果，通通都现在已经成熟了。所以呢，这样去思维的话，那等于就是什么呢？用意乐把转换成用意乐把恶缘转换成为菩提道的方法。这嘛这边讲的，他电影电视中对吧？那人定的上面跟着嘛，当你快结巴了，快结，你说结巴的是第二个，说是个那个是吧？他所以嘛，都今天台里呢，定金他说的，的，看到定住上要嘛的是。好，倘若不去这样做，或者说都没有把想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把它一昧的把它想成说，哇，这是他的不对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，是什么样的问题，而就是一直不断的觉得说承受不了这样的苦难，或者没办法这个面对。如果说这样去一直一昧的这样去想的话，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。